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2月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7篇第1节到17节，路得记第2章第1节到16节，路加福音第5章第1节到第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使命。基督徒不能只有求蒙福，却不愿意接受呼召及差遣，没有使命感。最近与几位牧者彼此分享，许多牧者都表示，在牧会上最大的困难，就是遇到一些教会的人呢，不太参加教会的礼拜，没有11奉献，更不用说参与服事了。但是对于教会的事工却都有意见，常常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成为最反对的人。这个对于教会的发展，这些人就成为最大的进步阻碍了。如同路得愿意来承受上帝的呼召，愿意看重上帝给他的使命的人其实不多。又如同波阿斯一样看重自己的使命，愿意承担责任的人，这样的人才会是教会最需要的同工。推脱，不愿意承担，总是指出意见，对于教会没有任何的委身认同，这些人是教会进步最大的阻碍。路得记第2章第1节到16节记载了波阿斯对自己的使命的了解以及委身。拿俄米有一个亲族名叫波阿斯，既有钱又有地位，是他先生以利米勒的亲族。有一天，路得对拿俄米说：“我想到田里去，我在谁的眼中蒙福，就跟在谁的身后捡掉落的麦穗。”拿俄米说：“女儿，你去吧。”于是路得就到田里去，跟在收割的工人后面捡掉下来的麦穗。正巧路得捡麦穗的这块田是波阿斯的。不久，波阿斯从伯利恒来，他向收割工人问安说：“上主与你们同在。”他们也回答说：“上主赐福给你。”波阿斯问领班：“那是谁家的女孩子？”他回答：“她就是跟拿俄米从摩押回来的那个外国女子。她要求我让她跟在工人的后面捡拾麦穗。她一大早就开始工作，现在刚停下来，在凉棚底下休息。”波阿斯就去对路得说：“听我说，小姑娘，你不用到别人田里去捡麦穗，就留在这里跟女工一起。看男工到哪里收割，你就跟着女工捡拾。我已经吩咐我的男工不可欺负你。你渴了就到水罐那里喝他们打来的水。”路得向波阿斯下拜，伏在地上说：“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，这么关心我这一个外国人呢？”波阿斯说：“你丈夫死后，你对婆婆的种种孝行，我都听见了。我知道你怎样离开父母和自己的乡土，怎样来住在一个陌生的民族中。愿上主照你所做的报答你，愿以色列的上帝，你所投靠的上主，厚厚的赏赐你。”路得回答：“先生，你对我真好，虽然我连做你的婢女都不配，你还这样用亲切的话安慰我。”到了吃饭的时候，波阿斯对路得说：“来，吃一点麦饼，浇着醋吃。”路得就跟工人们坐在一起，波阿斯递给他一些烤好的麦穗，他吃饱了，还有剩下的。在他走开又去捡麦穗的时候，波阿斯吩咐他的工人，让他随意捡，
就算从堆着的禾捆当中去捡拾，也不可为难他，甚至要从扎好的禾捆中抽些出来让他捡，不可责备他。耶稣基督呼召彼得等世人来跟随他的时候呢，让他们从自己的生活的困难当中来经验上帝的呼召。当他们整夜捕不到鱼之后，因为听从耶稣基督的命令，就将网子抛在水深之处的时候，他们的收获却是满意的。他们经历了领受呼召、实践使命的信仰这样的一个神迹与结果。路加福音第5章第1节到第6节，有一次耶稣在革尼撒勒湖边，人群涌上来，要听他宣讲上帝的话。他看见2条船停在湖边，打鱼的人离开船，正在岸边洗网子。耶稣上了西门的那一艘船，吩咐西门把船稍微划开。耶稣坐下来，就传船上来教导群众。讲完之后，他就对西门说：“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，然后你跟你的伙伴撒网打鱼。”西门说：“老师，我们整夜辛劳，什么都没打着。但是你既然这么说了，我就撒网吧。”于是他们撒网，就捕到一大群鱼，渔网差一点就破了。诗篇37篇第1节到17节，不要因作恶的人懊恼，不要羡慕行不义的人，他们要像草一样很快的枯干，他们要像花木一样的凋残。要信靠上主，努力行善，安居在这片土地上，享受康宁。要向上主寻求喜乐，他一定成全你的心愿。要把你自己交托上主，信靠他，他会帮助你。他要使你的公平如光照射，他要使你正义如正午太阳。要耐心等候在上主的面前，不要因兴盛的人而懊恼，不要因恶魔得逞的人而不平，不要气愤，不要发怒，不要懊恼，这对你有害无益。信靠上主的人要安居在这片土地上，但是作恶的人要被赶走。只一眨眼，邪恶的人就会消灭，你找他们也找不到。但是谦卑的人要定居在这片土地上，他们要安享无穷的幸福。作恶的人谋害义人，向他咬牙切齿，憎恨他。但主讥笑作恶的人，因他知道他们快要被毁灭了。作恶的人拔刀出鞘，弯刀搭剑，要打击穷苦无助的人，杀戮行为正直的人。但是他们的刀将刺穿自己的心，他们的弓箭将要折断。义人所拥有的虽少，但胜过邪恶者一切的财富。因为上主要打断邪恶的人的膀臂，他要保护正直的人。恳求主帮助我们蒙恩得福，领受呼召，差遣有使命的基督徒，使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，让上帝的名能够得荣耀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